裝修之後其實唔止會有甲醛，空氣入邊仲有好多 VOC 類嘅污染物揮發緊嘅。我哋搬入嚟之後就買咗呢部空氣清新機，係我哋用過最有效果嘅一部。機入邊配咗17kg 雙層濾桶，用活性炭粒填滿，完全冇用膠水。甲醛 CCM 高達42100毫克，累積落嚟嘅淨化量等於64桶乳膠漆嘅釋放量嘅，計落性價比真係好高。唔單止甲醛 capture 值夠高，好多清新機唔敢標示嘅 TVOC 品甲醛啦、CA 啊、DR 值咧都清清楚楚列明啦。主打全面徹底淨化，呢個 H11、H12 級 HEPA 濾網可以過濾空氣中99.99%嘅粉塵、毛髮、病毒、細菌等等。屋企有細路仔用起嚟更加安心。佢個機身係塔式結構，由底部入風，頂部環形出風，避免二次污染。如果你係第一次裝修，想了解空氣清新機嘅話，可以參考下我哋，因為喺空氣淨化領域，佢真係好難得嘅專業，全面持久嘅清新機。